官样授权客家名录学展，每日一项语成本。客家备展会副主任备展邱胜伟今月14號代表古社會主委來到新竹北部織田宮出席正月15周公布記者會。邱副主委表示，周公布法通係全台單槍佇北部，將做得看到嘅重要文化盛會。今年基進到第8年，當年都寫當地民眾讓為地旅客來參加。一般民眾去到了解，大體係食東西，老料為主。不過，周公布法通非常特別，透過周公布老土地嘅龍馬壯練，喺當地變到係一種文化消息。禮拜法通從2月27號到28號喺織田宮療片，北部了解老壽誕山了到為所期盼，無論本地或係外地人，中外人通。總之，客家文化嘅朋友都做得從下來到北部參加，這項習俗每天天呢變到北部去世界客家文化習俗不同，含接北部人嘅從下記憶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展嘅報道。接下來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項語就係了解，重要來去了解老了，重要來去了解老了。你學會嗎？下禮拜講來聊。